后来咱的乡亲时代闹到这个活动的假喙齿，暗时要困，上好甲放落来浸专用的药水。讲这个活动的假喙齿倒咧困，带着输入性肺炎的风险，比一般人悬出着2.3倍。另外，这个假喙齿若洗了无清气，嘛会来引发着气化发炎、喙臭甲牙周病。牙科医师讲，这个活动的假喙齿，一天到8点钟到12点钟就好。暗时要困之前，甲放落来，用专门的这个清洁剂甲愈合清气，再佮用专用的清洁剂，或者是用落喙的这个药水落去浸，安尼上妥当。阿嬷因为装假喙齿无装好，引发喙空癌，在喙皮内面是整一大丸。根据统计，全台湾大约150万名65岁以上的老人挂假喙齿。国际假期照顾指引指出，长期挂活动的假喙齿菌，发生输入性肺炎的风险比一般人悬出2.3倍，将近3成民众有这款的习惯。万一你不小心，这些细菌对你的胸腹部不好，对，应该是说对你的心肺功能其实也不好。万一你睡觉打呼或者睡觉它松脱，那久而久之呢，吸入性肺炎这件事是可能的。若咧困的时阵，唔通挂假喙齿，若清无清气咧，嘛容易影响到喙腔的健康，包括着牙床发炎、口臭、牙周病、白色念珠菌感染等等。医师建议假喙齿应该按呢清洁，最好戴8到12个小时就好。那晚上呢，建议把它浸泡，用一些假牙清洁剂，就是把它刷干净以后，用假牙清洁剂浸泡，或浸泡一些漱口水。假喙齿若清洁爱做好，这怪习惯嘛，得爱注意，以免伤害到假喙齿，造成身体上的疾病。